大甲媽有警進香昨暝亂球，經過訓練賽的大球，現場人是有夠濟，結果一家人前日做聚會，根本無才調行。現場大細聲，球班甲員警繼續佇遐顧，徛佇亂球內底上後壁是鎮南宮的董事長顏清飄，中視訓練館長張麗仙，上頭前是立委張家軍。本來嘛是要錢去頭前參排賽的鎮長廖秋平，予人錢甲袂頂袂當。看到真廖秋平當時位佇大甲媽亂球的正邊的頭前，伊想要挖緊掩過，予人錢去外口險險啊跋倒。這個衝突持續差不多要2分鐘，只好來放棄，伊才不滿。雲林縣政府的人，主管就一直跟我們推擠，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。我也很納悶，我不知道縣政府他們為什麼突然間整個就一直把我們擠出來啦。剛剛也擠得差點跌倒啊。其實鎮長他可以在西螺鎮裡面完全都可以在鎮裡面好好的掌教。那縣長應該要在這個西螺大橋哈，因為南橋北館，那我沒有看到，因為我大概都在教裡面。其實張麗仙甲廖秋平獎球的風波不是頭一擺，2005年同款比賽的大球，兩人開始為着要搶獎球，堅持徛佇亂球前的中央，場面險險啊未收線。大甲媽亂球，如果來到賽的大球，徛佇亂球內，只剩張麗仙。兩個女性又閣出現高假場面，和這座有景進香，閣加添意外插曲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